走，别闹。叔阿姨，你好吧？我妈妈说了，中学需要用钱已经好。是小朋友。来，哎呀，这人一看就骗子，别搭理他。顾总，这次的并购案，对方仗着技术专利已经连续3次抬价，咱们我已经通知了哥哥为他们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暂停放款，他们资金链只要一断，就没有任何谈判的资格。收购价再往下压，给他们点教训。是。哥，你这未免也太狠了。如果不狠点，我顾氏如何稳住江城第一的位置？顾总，我这就把这个小叫花子赶走，绝对不会让他影响咱们公司的形象。叔阿姨，我妈妈上了中评需要用钱已经好。拿这些钱离开这儿吧。谢谢叔叔，谢谢叔叔。行啊，哥，这看不出来你对小孩子还挺有同情心的啊。这也太多了吧！哎，叔叔，我妈妈说做人要知恩图报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以后我一定要报答你。我叫顾若修。顾若修。罗罗，是妈对不起你，妈妈不能给你更好的生活，还要拖累你。你去找你爸爸吧，你爸爸叫顾若修。爸爸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切，行呀，哥，你这不声不响的弄了个孩子出来，爸妈要是知道他们能抱上大孙子了，这肯定开心坏了呀！啊，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我连女朋友都没有，怎么可能有孩子？爸爸，快快乐乐去救妈妈！哎，你个小乞丐，竟敢碰瓷我们顾总！我看你这瞎眼也是装的吧？乐乐没有撒谎，妈妈说过，顾若轩就是我爸爸。够了，他只是个孩子，我们走吧。爸爸，爸爸也不要走，爸爸不要走，爸爸。来，小孩，我问你啊，你为什么叫他爸爸呀？认识他吗？妈妈让我来找爸爸的，这是妈妈给我的玉佩，她说这是爸爸当年送给她的。这块清心玉，哥哥从不离身，这小孩怎么会有？难道这小孩真是哥哥的私生子？若离，你还在磨蹭什么？哎，来了！哎呦，小孩，既然你认定顾若修是你爸爸，那你敢不敢让我鉴定一下？哎，你要是说谎的话，就死定了啊！敢，洛洛没有撒谎。行了，走了。洛洛，是妈妈对不起你，妈妈让你受苦了。妈妈，今天我在路上遇见了爸爸，爸爸给我了好多好多的钱，可是爸爸他不愿意认我。苏乔，你拖欠大额住院费，今天必须全部结清，
否则强制出院。苏晴，你别怪我，我也是奉命行事。你拖欠的医药费实在是太多了，就算院长愿意帮助你们，但这医院也不是院长开的。董事会下达了死命令，今天必须全部结清。我也帮不了你多少，这些你拿着，剩下的想办法凑一凑。谢谢护士姐姐，我有钱，有好多好多的钱。洛洛，从哪弄的这么多钱呀？是爸爸给我的，可是爸爸好像不喜欢洛洛，不愿意让我。不过没关系，有了钱，妈妈就有救了。洛洛，这钱也不够啊！今天你们要是结不清欠款，就只能搬出去了。我们爸，护士长，这些天谢谢你，欠你的钱我一定还给你。不行，不能搬！妈妈离开医院你会死的，我不想妈妈死。洛洛，妈妈也不想死，可是妈妈不想看到你跟我受苦。护士姐姐，求求你了，我不想没有妈妈。真是对可怜的母子啊！谁说不是呢？当妈妈的重病，儿子又先天失明，也不知道洛洛他爸是谁，居然这么狠心抛弃他们母子。洛洛，这是医院的规定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姐姐，还差多少钱？还差10万。姐姐，再给我1天时间，我一定筹到钱。10万块啊！洛洛他一个失明的小孩，去哪儿筹这么多钱呢？或许我应该去求顾若秀收下洛洛，我反正都是死，不能再拖累洛洛了。那顾若秀她还会再见我吗？思晴，哎，思晴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沙子迷眼睛了。当当当！你看这是什么？你最喜欢的歌星的演唱会门票。嘿，你知不知道他的票可难抢了？我托了朋友好不容易找到。你的生日礼物，思晴，生日快乐！我全力以赴你的情绪，放弃了思考这种难题，越爱越担心。顾若秀，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？苏晴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要的是钻戒，是珠宝项链，不是这张破门票。顾若秀，我们分手。我们分手。苏晴，我哪里做的不好？我可以改。你早说你喜欢钻戒、项链，我都可以。够了！我喜欢上别人，他英俊帅气，有权有势，没有一样是能比得了的。你太幼稚了，你配不上我的爱。怎么转身又是一阵心痛，只好攥紧双手，任泪横流。对不起，顾若秀，我不能眼睁睁看我爸妈入狱，我只能和你分手，别怨我。自绝望转走马灯。我这不是善堂，要饭去外面去。叔叔，我不是来要饭的，我是来换钱来的。你个小乞丐，你能有什么值钱东西？滚滚滚！别影响老子做生意。叔叔，你看看这块玉吧。这可是块顶级好玉呀！
怕是找遍整个江城也找不到这么好的玉了。真的吗，叔叔？这块玉佩值多少钱呀？这块玉价值千。小朋友，这玉你从哪儿来的呀？有证书没有？没有。没有？那怎么证明这玉是你的呀？这万一是你偷的呢？这是爸爸送给妈妈的，不是偷的。这是与不是，可不是你一张嘴就能说清楚的啊！这样吧，我看你也是急用钱，这玉10万块钱我给你收了。我这还是看你可怜，这你要拿到别地儿，没人敢收呢。10万够了，谢谢叔叔，这下妈妈有救了。这小傻子。呀，陈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不能来吗？您是我老板，这您来，我肯定是热烈欢迎啊！陈总，我这刚花10万块钱收了个顶级宝玉，这可是捡了个大漏啊！哎，您看看。这玉佩哪来的？陈总，这玉佩有什么问题吗？表哥，你有喜欢的人吗？没有。那你觉得我怎么？我还有课，先走了。表哥，你的玉佩掉了。表哥，这块玉佩对你很重要吗？它叫清心玉，只会送给我最爱的人。苏晴，这是我表哥顾氏集团顾总的玉佩。顾总，完了，本来以为捡了个大漏，这闯了个大祸。这玉佩我表哥视若珍宝，从不离身。你是怎么得来的？陈总，这真不能怪我呀！刚刚来了个瞎眼的小乞丐，这一进来就鬼鬼祟祟的。这玉就是我从他手里面收的。小乞丐？没错，这我就说嘛，他一个抽要饭的，他哪来这么值钱的东西？肯定是他偷的。好大胆子，偷东西都敢偷到顾家，立刻调查这个小乞丐！我要亲口问问他，这玉佩他是怎么偷的？是。吃饭吧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截至目前，新生儿出生率正在逐年降低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我怎么生了你这么根木头啊？妈，我哪里惹你不高兴了？哥，还没看出来啊？妈是怪你不找女朋友，影响他抱大孙子了呗？你说人家淑清多好啊，你怎么就不懂得珍惜呢？要是你们没有分手啊，现在孙子都能给我去钓鱼喽。妈，不是说过了，不准在我面前提苏晴的吗？都分手这么多年了，为何我还会这么在乎他？反正我不结婚，你们要想抱孙子，自己再生一个呗。你看看他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你？顾若秋，你是要气死我们才安心吗？啊！妈，消消气，消消气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可能啊，还真有个流落在外的大孙子。怎么了？什么？若琳，什么流落在外的大孙子？你快仔细说说。妈，别听他瞎胡说。哥，你忘了咱们今天早上遇到的小乞丐了？爸爸，露露终于找到你了。一个不知道从哪来的小乞丐碰瓷而已，你还当真，简直胡闹！哎，我可没有胡闹啊！
难道你忘了咱们家一直有眼睛方面的遗传病？你和爸都是经过后天治疗才完全康复的。刚好那个小乞丐呀，他就是个盲人。哼，有眼疾就是我的子嗣，那你这个判断标准也太过儿戏了。行，那你说他长得和你小时候简直一模一样，你怎么解释？像，哎呀，真是太像了！这完全是小浩的你哥呀！啊，太像了！爸妈，妹妹胡闹，你们怎么也跟着一起啊？自从和苏青分手以后，我洁身自好的多人事业，怎么可能会有私生子？反正呢，我已经拿了洛洛的一根头发去做了亲子鉴定，这是与不是呢？等结果出来呀，自见分晓喽。对。霞姐，鉴定结果出来了。哥，这结果出来了，这回啊，你不承认也没有用。我身正不怕影子斜。别往这了，快打开看看。哥，这洛洛真是你的孩子？大孙子，我们有大孙子了呀！好，咱们顾家呀有后了。怎么可能？难道是他？宋秘书，吩咐下去，出动一切力量，不惜任何代价找到洛洛，引金孙回家。是。这是我早就为了孙子准备好的礼物，一共300万，也不知道够不够。哎呀，300万哪够呀！宝贝金孙在外流落这么多年，我要把全部的亏欠都给他补回来。对，从今以后顾家呀就是洛洛的依仗。来吃饭。妈妈，我换到钱了，咱们不会被赶出去了。洛洛真懂事，跟个小大人一样。洛洛，医院门口停了一辆豪车，是不是来找你的？是爸爸，肯定是爸爸来找我们了。妈妈，你先在这等着，等会我把爸爸带上来。这么多年了，他……爸爸，爸爸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小乞丐。没错，就是他。小朋友，你就是洛洛吗？对呀，阿姨，你是爸爸让你来找我的吗？阿姨，声音有这么老吗？洛洛，这块玉佩是你卖掉的吗？对。哦，那这块玉佩你是从哪得来的呀？是爸爸送给妈妈的。那你妈妈叫什么名字？我妈妈叫苏晴。原来你是那个贱人的孽种，他不是早就跟顾若秋分手了吗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这块玉佩你是从哪偷的？洛洛没有偷东西。你一个瞎眼的乞丐，哪来的这么值钱的玉佩？还说你没偷啊？这是爸爸送给妈妈的，不是偷的。还敢狡辩是吧？这块玉佩是我表哥顾若修的，你说是你爸爸给的？难道你爸是顾若修啊？我爸爸就是顾若修。好你个苏晴，你早就和我表哥分手，现在不知道活了哪个野蛮的贱种，还敢冒充这个贱种的爸是我表哥。洛洛不是贱种，顾若修就是我爸爸。
给我一五一十的交代清楚，你是在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，通过什么方式勾走了这块玉佩？不是，快说！陈总，这种小畜生对不老爷的，您要是不给上点手段，他是不会坦白的。有道理，那就给他点教训。老伴儿，这人怎么样？很帅。爸妈，见个大孙子而已，又不是拍结婚照，干嘛搞这么隆重啊？洛洛可是我们的金孙，我们隆重点怎么啦？就是啊，从今以后呀，洛洛就是我顾家的掌上明珠，你跟你哥呀都得靠后。什么？好，我们马上过去。爸妈，找到洛洛了！快，咱们现在就去接洛洛，走。爸爸，这玉佩你到底是怎么偷的？洛洛没偷，洛洛真没偷，妈妈交代洛洛一定要做个好人。洛洛不会偷东西的，玉佩是爸爸送给妈妈的。你还是不老实是吧？行，继续，这就是我的一点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洛洛，老哥，是来看我的吗？洛洛，请看。洛洛，陈雪，都干了些什么？我看这个小乞丐偷了你的金仙玉还死不承认，我气不过就替你教训你一下。替我教训，那我还真得谢谢你啊！表哥，你跟我说什么谢？这都是我应该走的。陈雪，洛洛如果出什么事情，我第一个亲手把你送进监狱。还有你们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可能会偷东西啊？人打扮的这么漂亮，心怎么比蛇蝎还多？叔叔阿姨啊，他就是一个小乞丐而已，而且他偷了东西，我也是好心啊。若琳妹妹，这到底怎么了？陈雪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口中的小乞丐是我哥唯一的子嗣。怎么可能？表哥，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你的孩子，我就以为他是一个不干净的小乞丐而已。哦，还不赶紧跪下给雇主赔罪！就不能得法，我没时间和你耽误。等下，救洛小姐，快，洛洛！对，救要紧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跟上去啊！都给我跪着！起来为止！哎呦，我的乖孙呐，你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可怎么办呢？洛洛，洛洛。
洛他怎么样了？命是保住了，可孩子缺氧太久，导致脑出血。唉，这孩子这么小，出血量又那么大，最好的结果是植物人。医生，你一定要治好洛洛，钱不是问题，只要你治好他，多少钱都行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我建议你们转到更权威的医院治疗，不然这孩子可能一辈子都醒不过来了。好，立即转院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治好洛洛。洛洛去哪儿了？怎么还不回来？洛洛，洛洛，你醒了。叔叔，你是谁呀？你为什么认识洛洛？洛洛，你眼睛好了，能看到了。能看到了。太好了！你大吵大闹的干什么？在影响洛洛康复。爸妈，洛洛醒了，眼睛也好了。洛洛，你终于醒了，这1个月可担心死我了。你哭什么呀？洛洛这不好好的吗？洛洛，认不认识我呀？我是爷爷。我是奶奶。洛洛这是，可能是刚醒，他连我也不记得了。洛洛，我是爸爸，顾若修。顾若修，顾若修就是我爸爸，记住了。洛洛，那你还记得苏晴是谁吗？苏晴是……爸爸，洛洛不认识苏晴。看来洛洛是失忆了，连他妈妈是谁都不记得了。洛洛，你妈妈她……你太幼稚，你配不上我的，你配不上我的。洛洛，你记住，你只有爸爸、姑姑、爷爷、奶奶，没有妈妈。洛洛记住了，洛洛没有妈妈。他们孤儿寡母这么多年，得多不容易啊！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顾若修，洛洛不能没有妈妈，你必须把苏晴给我找回来。洛洛，看姐姐带什么来看你了？陈雪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是来给洛洛道歉的。洛洛，都是姐姐不好，以后姐姐天天给你买玩具，好不好？你能原谅姐姐吗？陈雪，洛洛被你害得险些醒不过来，还有脸露面！表哥，我真不知道洛洛是你的孩子，我要是知道的话，肯定会把洛洛捧在手掌心里的，怎么可能会伤害他呀？就算洛洛不是我的孩子，你的手段未免也太狠毒了吧？原谅你，做梦！洛洛，孙姐姐求你，你能原谅姐姐？姐姐，起来吧，我原谅了你了。洛洛，你真是个好孩子，这是姐姐特意给你买的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姐姐以后天天都给你买。陈雪，别以为洛洛原谅了你，你就没罪了。洛洛，来姑姑这。咱们呀，
不稀罕。你想要什么，姑姑给你买啊。走。表哥，我真的知道自己错了，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补偿乐乐。乐乐被你害得昏迷1个月，甚至失忆，这些东西你怎么补偿？我警告你，以后离乐乐远点。原来这小畜生失忆了。母亲啊，本以为你是朵白莲花，没想到你父母为了供你上咱们这所贵族大学，背地里啊做了那么多谋财害命的豆腐渣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我父母不可能干这种事儿。不可能。这就是证据。陈雪，你想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想让你跟顾若修分手。我跟顾若修两情相悦，我为什么要跟他分手？我跟顾若修青梅竹马，只有我才配做他的女朋友。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你们享受他的爱？记住，我要的不只是你们分手这么简单，我要让顾若修恨你一辈子。否则，这些东西足够你父母牢底坐穿了。你父母可是为了供你上大学，所以才做了这么多豆腐渣工程，谋财害命的。你也不想他们因为你就进去坐牢吧？我给你3秒钟考虑，否则我现在就报警举报你父母。3、2，我答应。我答应跟顾若修分手，并且让他彻底对我心灰意冷。这才怪呢！那还不赶紧去啊！我不过是找人伪造的材料，这都相信？苏晴还真是个蠢货。只要让乐乐认我当干妈，若修早晚都是我的。苏晴啊，还真要谢谢你，给我送了个绝佳酒。来，乐乐，尝尝这个，看看怎么样？这是奶奶亲手做的哦。奶奶真好吃，乐乐喜欢吃。哎呀，我的乖金孙，你要喜欢吃啊，奶奶以后啊常做给你吃啊。来尝尝鱼，这是爷爷亲自钓的。鱼也好好吃啊，谢谢爷爷奶奶。啊，妈，你们太宠乐了，会把孩子惯坏的。乐乐，姑姑问你啊，你是喜欢爷爷奶奶呢，还是喜欢爸爸呀？喜欢爷爷奶奶。是吗？那就是不喜欢爸爸喽？不是的，也喜欢爸爸，可是没有爷爷奶奶，乐乐就见不到爸爸了。哎呦，咱们的乐乐呀，真会说话。来，多吃点。时隔多年，洛洛这个金孙终于归巢了。我决定举办一场空前盛大的认亲宴，向全省名流宣布，我们顾家后继有人了。好，洛洛配得上这个认亲宴，我没意见。就这么决定了。3天后宴请全省名流，吃饭。来，洛洛，来，洛洛，吃啊！吃啊！来。乐乐，姐姐带你来看你。陈雪，你来干什么？顾家不欢迎你。表哥，难道我只是犯了1次错误，就永远都不能被原谅了吗？再说，我是来看洛洛的，又不是来看你的。洛洛，
你也讨厌姐姐，要赶姐姐走吗？看来我得好好说说洛洛，让他和陈雪少接触。洛洛，你讨厌姐姐吗？那你喜欢姐姐吗？洛洛，别的小朋友都有妈妈，你想不想也有妈妈？想，可是爸爸说洛洛没有妈妈。谁说没有的？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干妈，可以叫我妈妈。你不是我妈妈。妈，这小畜生还挺难搞。罢了，反正时间多的是，我就不信我还搞定不了一个小畜生。他果然还是没有原谅我，也是，换作是我，也不会原谅自己。苏晴，我真没想到，洛洛跟了他爸爸之后，居然一次都没来看过你。果然啊，久病床前无孝子。你别这么说，与其让洛洛跟着我吃苦，去顾家是最好的选择。护士长，我能不能求你帮个忙？你说，只要是我职责范围内的，我一定帮。我想办出院。不行，你病情严重，只有在医院才能活命。出院，你活不过3天的。我这辈子最大的挂念就是洛洛，眼下他有了更好的归宿，我已经无憾了。护士长，我自己的病我自己清楚，治不好的，与其在医院耗着，也是等死。我想趁着自己还能动，出去转转。我不想一个人孤零零的死在病房。护士长，算我求你了，好吗？行。洛洛，你现在过得好吗？洛洛，妈妈死前还想再看你一眼，哪怕远远的看你一眼也好。你先去杂物间歇会儿吧，待会儿客人们入场了，还要忙呢。谢谢，走吧。你是今天你别乱跑！乐乐，乐乐，这个小兔崽子真的错了！等我抓到你，我非打死你不可！明明已经答应洛洛跟顾若修一起生活，自己还恋恋不舍的，算怎么回事吗？洛洛，妈妈就在远处看你，远远的看一眼就行。妈妈不会打扰你的生活，妈妈只要看着你过得幸福快乐，妈妈就死而无憾。
场了，服务员都机灵点。洛洛，是你吗？你的眼睛能看见了？爸爸治好了洛洛。阿姨，你认识洛洛？洛洛，你叫我什么？阿姨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哭了呀？没事，阿姨也有一个和你一样大的孩子，他乖巧懂事，可是阿姨把他弄丢了。阿姨不哭，你一定能把他找回来的。露露在哪儿呢？哎，怎么转身又是一阵心痛，只好攥紧双手，任泪河流。乐乐，你刚才跟谁说话呢？那个阿姨，她的孩子丢了，我在安慰她。下次离这种人远点。走吧。我说你不干活，在这儿哭丧呢，这活你能不能干？不能干就滚蛋，有的是人抢着干。经理，我能干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宴会的主角是顾氏集团的小少爷，要是敢怠慢，饶不了你。放心吧，经理，我怎么可能怠慢洛洛？德行叫的这么轻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儿子。诸位，欢迎各位来宾来参加本次认亲宴。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小主人闪亮登场。乐乐，勇敢一点，跟大家做自我介绍。叔叔阿姨、爷爷奶奶们好，我叫顾洛洛。洛洛这么英俊，她的妈妈一定很漂亮。洛洛，你妈妈呢？怎么不见人呢？爸爸，我妈妈呢？各位，洛洛没有妈妈。顾若秀果然爱恨我，不怪他，这是我应得的。我说你杵在这干什么？你等着我请你进去。什么东西？你眼瞎了吗？别用你的脏手碰我，那你脏了我的衣服，你赔得起吗？不好意思啊，你干什么吃的？看看你干的好事儿，你跟人道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算了算了，真是晦气。
你还不赶紧谢谢人家？你弄脏了人家的衣服，把你卖了都赔不起。谢谢你，谢谢。你们怎么回事？啊，一个不长眼的服务生不小心弄洒了酒，2个字没关系的，不用管他。那是若曦，干什么去啊？顾总什么情况？什么事儿这么急啊？有什么能比洛洛还重要？能让顾总抛下洛洛去追啊？你干什么去？惹了事儿就想跑是不是？你最好别让我抓到了我弄死你！注意你的言辞，再敢乱说话，割了你的舌头。我知道了。那个服务员什么来头呀？若秀看起来很在乎他的样子。不知道啊。哎，若离，你知道吗？难道那个服务员是苏晴？苏晴，苏晴，知道是你。既然来了，为什么不肯露面？苏晴，全都怪我。苏晴，不该沉默是沉默，该勇敢去软弱。如果不是我，苏晴，如果我可惜没如果。顾总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结果可惜没如果。刚才那个服务生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我不知道啊，他没有说自己的名字。那服务生里面有没有叫苏晴的？怎么可能？我刚刚明明亲眼看。你再好好想一想，到底有没有？顾总，这一次宴会的服务生都是实名制的，确实没有你说的那个人。看来真是我认错了。我为何还会在意那么伤透我心的女人呢？若修啊，刚才那是什么人啊？看把你急的。妈，没什么，刚刚认错人了。那就好。各位，宴会继续，可不能冷落了我们这次宴会的小主人。苏晴，你还真是阴魂不散。你们分手这么久了，顾如秀还是这么在乎你。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，让洛洛永远不能和苏晴相认。乐乐，喜不喜欢爷爷给你办人情宴？喜欢，谢谢爷爷。哎，乖孙子，来多叫几声。爷爷，爷爷。哎，爸，你未免也太惯着洛洛了。洛洛还小呢，你这样惯着，迟早惯坏。惯坏了又怎么样？顾家可是我们洛洛最大靠山，是吧，洛洛？是。洛洛啊，可不能听你爷爷的啊！你这个年纪啊，要好好读书，将来呢才能成为像你爸爸那样的人，知道吗？洛洛要上学，洛洛要像爸爸一样厉害。放心吧，姑姑呀，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全江城最好的学校，最优秀的师资团队，绝对的精英教育。叔叔阿姨，我觉得还是让洛洛出国读书比较好。只要出了国，就彻底断了和苏静母子相认的可能。没了小畜生拖累，我就有大把的时间跟表哥相处，两全其美。日久生情，表哥迟早会接受我的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我们爷孙刚刚才相认，你就想把肉肉送到国外去啊？洛洛才多大就要出去受苦，我可舍不得。叔叔阿姨，洛洛还小，正是出去长见识的时候，你们真的要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情，断送洛洛的大好前程吗？表哥，况且顾氏集团不是马上要攻击海外市场吗？正好可以把洛洛带去那边照顾呀。
姐姐，国外好玩吗？好玩，那边呀有很多像你这么大的小朋友，他们开 party、打球、飙车，可热闹了。洛洛，你想不想去国外读书？想。不行，洛洛，你不能去国外。不行，洛洛，你不能去国外。爸爸，国外不好玩吗？国外好玩，那洛洛为什么不能去啊？因为志强，没有为什么，总之你就是不能去。表哥，洛洛想去，这还是洛洛第一次有想做的事情，你真的要拒绝啊？洛洛流落在外8年，以后还要接管顾氏集团，还有好多东西要学。去国外读书刻不容缓。若秀，洛洛必须去，这件事情能不能拒绝？好吧，我同意。耶，洛洛可以去国外喽！傻小子，小畜生，去吧，最好再也别回来了。顾若秀，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？思强，苏晴当时为什么会哭？既然她认为我一无是处，幼稚，不爱我，那她为什么会哭？王特助，我要你调查当年和我分手以后，苏晴过得怎么样？现在，立刻，马上！是。难道你和我分手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？什么啊这？别整了，我在这儿呢！吓死我了你！哎，从今往后我保持距离，我可是要成为顾府。朱若修他不就是一个小白脸，有什么好？我警告你，再敢说顾若修坏话，你就永远也别再次见到我。不说就不说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老规矩，帮我处理个人，交个证据。苏晴，你当年不是做假证据威胁他跟顾若修分手了吗？你怎么要杀他呀？那个贱人阴魂不散，当年分手之后，他竟然私自怀了顾若修的孩子。有那个小贱人在，顾若修难免不会旧情复燃，所以我要让苏晴彻底消失，一劳永逸。3天之后，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一个叫苏晴的人。不行，我一天都等不了。明天我就要见到苏晴死。行，不过你是不是得付点定金啊？苏晴，要怪就怪你生下了洛洛这个孽种。
洛洛，我们马上就要去国外了，开心不开心？开心。小畜生，等解决了你妈，你也别想好过。表哥，我跟洛洛已经到机场了，你什么时候来啊？别迟到了。顾总，当年的事情全部核查清楚了，苏晴的确是遇到了难处，迫不得已才选择和您分手。什么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当年有人威胁苏晴，提到她的父母深陷豆腐渣工程，之后她就与你分手了。但是经我查明，一切全部都是无米可下。苏晴所说的找了个新男朋友，是个有钱的富二代，也根本是子虚乌有。和您分手以后，她一直单身。他没出轨，那这么多年，我的恨算什么？顾总，我觉得可能苏晴是不想牵连你，所以才选择这种方式和你分手。原来这么多年错的都是我，苏晴，我对不起你。8年前，苏晴生下洛洛后患上重病，不久前强制出院。主治医生说什么？主治医生说，苏晴已经时日无多了。顾若晓，咱们毕业就结婚好不好？好。那以后有了孩子就取名叫洛洛。听你的。他现在哪儿？他现在就住在城东贫民区的出租屋里。立刻出发，去城东。是。苏晴，等等我。想你。是谁呢？不是，她就是苏晴。你是谁？为什么私闯民宅？有人花钱买你的命。没想到我到死了，还有人惦记着这条命。原来我已经没什么可管了。你不是不怕死吗？但你的孩子呢？你什么意思？洛洛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你刚才不是还想死吗？你告诉我，洛洛他在哪？洛洛他在哪？快点怎么了？现在他妈想知道了？行啊。臭娘们儿，如果你想知道的话，给我跪下来，然后给我磕3个响头，我就告诉你呗。干什么呢？我哪还不动手？把我抽死你！不是你搁这着什么急？你不知道雇主说了，得让他受尽折磨，然后再死。我傻子你是？我臭娘们儿，那你到底跪不？我告诉你啊，老子可没时间在这儿给你耗。
臭娘们儿，看你磕得这么可怜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你儿子呀就要被送到国外自生自灭了，而你呢，永远也别想再见到他。若秋，为什么没有照顾好洛洛？动手！住手！动手！住手！顾若修，他怎么来了？苏强，怎么样？顾若修，这里危险，你快走！放心，这里交给我，你不会有事。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杀人？拿人钱财，消灾，多管闲事，快宰了！有老在，谁也别想伤害你！妈的，最讨厌帅哥在老子面前装逼，去死吧！你啊！苏强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顾若秋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父母被诬告，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了。我现在就想知道，你当年为什么要和我分手？你告诉我吧，无论什么原因，我都会保护你。因为苏强，苏强，苏强，这一次我一定护你周全。怎么样，苏琪那个贱人处理好了吗？没有，刚要动手，顾若修突然就闯进来了。什么？我害怕暴露身份，直接就跑了。我看到顾若修抱着苏晴开车去医院了。你这个废物，这点事情都做不好，要你有什么用啊？这位小姐，请你不要大声喧哗，以免影响其他贵宾。钟大，你给我看清楚了，我是陈氏千金陈雪，我未婚夫是顾氏集团顾若修，再敢烦我，常有余。苏晴没死，那当年我逼他分手的事情一定会败露的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陈雪姐，你怎么了？爸爸现在在哪里呢？洛洛，姐姐陪你玩个游戏，好不好？好。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，做得好的话会有奖励啊。顾若修一定还恨着我吧？放心，我会在你的世界里悄无声息的消失。苏强，苏强，你要多懂什么时候？顾若
求你放开，这是在医院。我已经失去你一次了，我不想失去第二次。你先松开，坐下再说。这些年，你过怎么样？单亲妈妈的生活，你能怎么样？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？当时跟你分手，我伤你太深，我对不起你，没脸去找你。当年，你为什么要和我分手？你父母有难，我们可以一起扛的呀。表哥，听说洛洛的亲生母亲在医院，她怎么样了？陈雪，苏晴，你就是洛洛的母亲啊！洛洛，快看，她是你妈妈。洛洛，你还认识我吗？我是妈妈呀。不，我不要你抱我，你是坏妈妈，坏妈妈，坏妈妈，坏妈妈。洛洛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是坏妈妈，坏妈妈。洛洛，她可是你亲妈，你怎么说话的？快给妈道歉。洛洛说的没错，她就是坏妈妈。表哥，洛洛是个好孩子，要不然先听听怎么回事吧。洛洛，你为什么说她是坏妈妈呀？她对你不好吗？她让我去乞讨，还不给我饭吃，自己穿的光鲜亮丽，却只给我穿打满布丁的衣服。苏晴，这么多年，你这么对她的？没有，若是我亲骨肉，我怎么可能虐待她？洛洛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认识妈妈吗？洛洛，姐姐跟你玩个游戏，好不好？好。待会儿呢，我说什么你做什么，做好了有奖励。一会儿啊，我带你去医院玩过家家。医院里呢有一个人扮演你的妈妈，但她是个坏妈妈。她呀带你去乞讨，不给你饭吃，还给你穿破衣服。爸爸呢他也在，但是爸爸呀并不知道这个坏妈妈有多坏。你要做的呀就是在爸爸面前戳穿她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真乖。洛洛，妈妈是让你受苦了，但是妈妈是爱你的呀。你为什么这么说妈妈？骗人，你就是大骗子。爸爸，你不要相信她，她就是坏妈妈，她就是坏妈妈，坏妈妈。苏晴，你好狠的心啊！洛洛可是你的亲生骨肉，你怎么能……我要是洛洛的妈妈，绝对不会让她这么委屈的。没有，我够了，苏晴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从今以后，你不要再见，不要再见。洛洛，洛洛，你回来了。我就知道你这么懂事的孩子，怎么会抛弃妈妈呢？姐姐，这个护士阿姨也是来跟我们一起玩过家家的吗？姐姐，这个护士阿姨也是跟我们一起玩过家家的吗？洛洛，什么过家家？你别瞎说。表哥，你不是说有事吗？我们快走吧。洛洛，你刚才说的过家家是什么意思？表哥，小孩子童言无忌，当不了真的。再问洛洛，我想听洛洛说。爸爸，陈雨姐姐刚才说要跟我玩过家家，她说有人在假扮坏妈妈，让我在爸爸面前拆穿坏妈妈的身份。陈雪，
果然是你在搞鬼！表哥，我没有，你别听洛洛瞎说呀。瞎说？你不是说做得好就有奖励吗？奖励呢？陈雪，还怎么解释？表哥，我就是怕你跟苏晴旧情复燃，所以才出此下策的。归根到底，就是他害怕失去你。你怕我和苏晴旧情复燃？难道当年我和苏晴分手，陈雪才是幕后黑手？苏晴，当年你和我分手，是不是陈雪逼迫的？当年你和我分手，是不是陈雪逼迫的？你放心，有我在，谁也别想伤害你和洛洛。你只需要告诉我，当年逼你和我分手的，是不是陈雪？苏晴，你个贱人，血口喷人！当时陈雪拿着我父母豆腐渣工程的证据，逼我和你分手。表哥，我跟你从小一起长大，你是知道我秉性的，我不会这么做的。反观他苏晴，他就是一个外人，还是社会底层，最喜欢搬弄是非了。你要相信我。陈雪，你才是外人。表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王贺州已经找到了当年你诬陷苏晴父母的文件，因为你害我和苏晴分手，害我误会她这么多年，因为你害苏晴家破人亡，穷困潦倒，一个人独自抚养洛洛8年。陈雪，你的罪状我已经全部移交了司法机关，你等着牢底坐穿吧。表哥，执法队吗？我要报案。执法队吗？我要报案。表哥，顾二兄，我知道错了，算我求你啊，你别报警抓我行吗？你该道歉的人不是我。苏晴，我们是大学同学，看在这种关系份上，你帮我劝劝顾若兄，让他饶了我吧。父母因为你的一时诬告，郁郁而终，你害得我家破人亡，你还有脸求我原谅？陈雪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顾若兄，我跟你可是青梅竹马，如今你为了苏晴这个贱人，要送我去坐牢啊你！你伪造证据，诬告致人死亡，还故意伤害洛洛，这些罪名加起来，坐牢都算便宜你的了。顾二兄，你别忘了，我爸的陈氏集团可远胜于你们顾氏，你们顾家想活着，需要依靠我们陈家。我要是坐牢了，我爸不会放过你的，你就等着倾家荡产吧！为了苏晴，倾家荡产又如何？陈雪，你犯罪证据确凿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松开我！顾二兄，你等着！苏晴，对不起，因为一个误会，让你这么多年受苦了。从今以后，欠你们母子的，我会10倍100倍的补回来。我不要补偿，只要你陪在我母子身边，我就已经很满足。你真的是我妈妈吗？太好了，洛洛有妈妈了！准备好了吗？给你一个惊喜。欢迎回家！欢迎回家！嫂子，恭喜你，终于回家了。当当当当，
初次见面，1份薄礼。这是范思哲的吧？没错，今年春季走秀款，全球限量200件。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哎呀，你拿着吧，你是我们顾家的儿媳，也是我们顾家未来的女主人。我觉得这衣服啊，还配不上你呢。叔叔阿姨，怎么还叫叔叔阿姨呢？啊？爸妈，各儿媳，我们长辈也有礼物。拿上来。帝王绿翡翠手镯1对，保时捷帕拉梅拉1辆，康臣一品1套，富士集团18%股份，新装10斤。哇，这好多东西啊！爸妈，这些东西太贵重了，我真的不能要。有什么不能要的？这些都是我们顾家欠你的，你还想要什么？尽管提。是啊，你一个人带了洛洛这么多年，辛苦了。这些啊，都是你应得的。不光这些，以后啊，顾家的一切，你呀、都享有继承权。以后啊，顾家的一切，你呀、都享有继承权。可是苏晴，就收了吧，就当是我许你的彩礼了。哎，那可不行啊，嫂子，我哥这是想稀里糊涂的就把你娶回家了。哥，你欠嫂子一场盛大的婚礼，这不办婚礼的话，我可不答应把嫂子嫁给你啊。没错，没有婚礼，洛洛也不会同意。我欠苏晴的，我一定补偿回来。好啊，把我女儿送出来，你们这一家人其乐融融啊！姓陈的，今天是我顾家大喜日子，你再打扰上门，什么意思？老东西，怎么跟我爸说话呢？信不信我爸明天就让你顾家倒台啊？顾二兄，我女儿对你可是一片痴情，你是怎么报答的？把她送去坐牢吗？陈雪完全是咎由自取。好，你说的话，老子十分不喜欢听。干什么？我现在给你个机会，现在马上就撤销指控，让陈雪无罪。走，走。不是我。现在我不会撤销指控，让陈雪牢底坐穿。妈的狗屎！住手！叔叔，事情都是因我而起，你有什么冲我来？你就是那个苏晴吧？哎呀，顾二兄啊，我女儿要脸蛋有脸蛋，要身材有身材，你不选她，你就选这么一个乡巴佬。苏晴比陈雪好100倍1000倍，我女儿真是瞎了眼了，看上你这么个废物。既然你愿意替他们受罪，行，老子就成全你。大人，不许你欺负妈妈！哪来的小畜生，滚！洛洛，你没事吧？妈妈，我没事。你有没有受伤？妈妈没事。这个就是你们顾家那个金孙吧？听说还摆了什么认亲宴啊！你们顾家这是什么人都敢收啊！啊，这么一个瞎了眼的小乞丐，你们现在却捧在手心里当个宝贝疙瘩。那既然是这样，哎，我这儿有条哈巴狗，哈巴，只要
全都跪下来，认他叫爹。这件事儿就算过了去。你怎么样？陈长，心太甚。老谢，陈川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李喜乐，我宁可家破人亡，也可以做到底。这顾家虽说不及我，但毕竟实力不弱，真要斗个你死我活，也是两败俱伤啊！捏死顾家不急这一天，我有的是办法整死你们！哼哼，好，今天这事儿我暂且放了，不过你们给我记着，敢伤害我的女人，我让你们顾家倾家荡产！我让你们顾家倾家荡产！走！楚修，怎么样啊？疼不疼？我没事，皮外伤罢了。这一切都怪我，都是我害你们的。只要我在顾家一天，你们就一直不得安宁。我还是走吧，我不能拖累你们。不行，你不能走。我说过要保护你的，不让你受伤。我说到做到。可是小子，你留下来吧。既然陈家已经铁了心要弄死我们，你走了也无济于事。是啊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共同面对，总能闯过去的。妈妈，别抛下洛洛，洛洛不想你走。对，只想我们一家人团团圆圆，什么艰难险阻在面前都打不到我们。顾总，顾总，大事不好了！陈氏集团对我们围追堵截，所有合作伙伴全部终止合作，顾氏集团的股市触底崩盘了！什么？百亿资产瞬间蒸发，顾家完了！别怕，这些年来我在生意场上交了不少朋友，他们能帮我们家渡过难关的。老刘啊，我们顾家被陈氏集团狙击，你看能不能借点钱帮我们渡过难关？喂，老顾啊，我这边信号不好，先挂了啊。喂。王总，你看咱们上次敲定合作的那件事情，项目款能不能提前结一下呀？什么合作？我没印象，以后别打过来了。有些什么兄弟，一个都靠不住。这陈氏集团是全省龙头，他下令狙击咱们，谁敢对着干？难道我们几十年打拼的基业就要毁于一旦了吗？叔叔阿姨，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，我会找到陈诚出具谅解书，求他们放了陈雪，求陈家高抬贵手的。不行，陈雪她罪有应得，我们不应该畏惧强权。况且你只是一个引子，他们陈家早就想对我们顾家动手了。他们家的商业围剿一旦开始，不把我们顾家吃干抹净，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哼，与其卑躬屈膝去祈求陈家原谅，我宁愿硬扛到底。可是眼下真的没有办法破解危局吗？没办法了，没办法了。洛洛，你说的办法是什么？炒股呀，就让咱们在股票上亏损，那在股票上赚回来不就是啦？洛洛啊，炒股哪有你想象这么简单？稍有不慎，便会倾家荡产。爸爸，你就相信洛洛吧，洛洛有把握炒股赚钱的。洛洛，咱们家的亏损真的很多很多，足足有100亿，短时间内根本填不上这个窟窿，除非你是巴菲特。虽然我不知道巴菲特是谁，但洛洛一定比巴菲特还要厉害。洛洛，不准胡闹！洛洛没有胡闹。洛洛，姑姑知道你也想出一份力，但这是大人之间的事儿，你就不要参与了
哼，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，那我就要证明给你们看。哎，露露，树秋，现在没人肯帮我们，怎么办啊？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苏晴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，我保证。哼，我有爷爷给我的300万，一定能赚到100亿，证明给你们看。小朋友，你是在找妈妈吗？我要炒股。我也没什么能帮到的。爸妈，把你们送我的礼物卖了换钱，填补窟窿吧。不行，这是我接你过门的彩礼，怎么能卖呢？既然是一家人，我理应出一点力。不止这些，还有给洛洛的300万，你们都拿来去用，我去拿。看看多好的媳妇啊！顾若秀，你可不能负了人家淑清。放心吧，妈。很长，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。洛洛，妈妈有事找你。洛洛，洛洛哪儿去了？算了，先找银行卡要紧。哼，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，那我就要证明给你们看。难道什么？这么小的小孩也来炒股吗？他就是啊。小朋友，股市不是儿戏，想要炒股的话，你必须要开户，而开户你至少要有10万资产才可以。姐姐，我有钱，请你帮我开户吧。这么小的娃娃，毛都没长齐呢，还来炒股？他那张卡里呀，恐怕只有几块钱吧。就是。哪来的熊孩子？赶紧滚蛋！别在这给我添乱！我没有添乱，我真有钱开户，不信你说说看。行，那我就给你刷刷。不过咱得事先说好啊，你这卡里要是不够10万，那你就是蓄意捣乱，给我们造成了经济损失和严重的影响。我可是要给你家长打电话，让他过来赔偿。行，那要是钱够呢？钱要是够，我管你叫爹都行。一言为定。经理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怎么，你在教育我？刷！我就不信了，一个熊孩子能有开户的钱。账户余额300万元。啊，真有钱！真的有300万！这么多！哎呦，这不是顾家的小乞丐吗？怎么想用炒股弥补你们顾家的财务亏空啊？啊！哎呀，陈总，您大驾光临，真是让我们整个交易市场蓬荜生辉呀！陈总，这个小兔崽子不知道从哪偷了300万，非要嚷嚷着炒股。您放心，我这就把他赶走，免得碍了您的眼啊！你们顾家现在还能拿出300万，真是难得呀！哼，坏人，我用这300万赚到100亿。我，哎呀，我没听错吧？啊，别说是300万，在股票市场那就是3000万也能分分钟亏没。想用300万撬动100亿的杠杆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哎，话别这么说嘛，咱要给年轻人一点希望。顾家已经被打入谷底，既然这小崽子主动送上，那我就借着股市让你顾家雪上加霜。去，给顾洛洛开户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赚到100亿。洛洛，户开好了，你不是要赚钱吗？选股吧。我决定了，我要选宇内医疗，用300万全仓包掉。洛洛，
么？洛洛，你能不能不要再胡闹了？那300万呢？快给妈妈！不好意思，300万已经划入银行，不能给退了。经理，孩子还小不懂事，拿着300万过来炒股，求求你帮帮忙，能不能把那钱退给我？我家里遇到了点难处，急需要这300万，算我求你了，好吗？哎呦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投入股市的钱有往回退的。那照你这么说，那些亏了几十上百万的股民，岂不是都要去找银行要钱？入了股市不分老幼。就是，凭什么你想退就退？我们不同意。陈，那可是我顾家的救命钱，你难道要对我们赶尽杀绝吗？对，我就是要对你顾家赶尽杀绝。你儿子豪掷300万买了日薄西山的允宁医疗，简直就是散财童子啊！洛洛，你为什么不问问爸爸？现在300万打了水漂了，家里怎么办？妈妈，宇内医疗它是不会亏的，它会马上涨起来。顾洛洛，你爸好歹也是江城的商业精英，你怎么半点商业基因都没遗传到？苏强，你的贱民基因可真够强大的，连顾若修的血统都撼动不了。我相信洛洛。爸爸，我相信洛洛的选择，就算这些钱全亏了，我也心甘情愿。顾若修，你拿300万逗你儿子开心，你可真够大方的。不过我很好奇，待会儿开盘之后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？毕竟那300万对于现在的你来说，可不算一笔小数目。用不着你操心。好，既然你如此笃定，那不如咱们打个赌。如果真如小崽子所说，股价涨了，那我立马停止对你们顾氏的商业狙击；如果没涨，那你们顾家就要出谅解书放了我姐，然后给我姐道歉，下跪磕头。我同意。洛洛，你别胡闹，这可关系到顾家的生死存亡，岂能容你儿戏？妈妈，我没有胡闹，宇内医疗卖的都是解暑药和感冒药，马上就要快到夏天了，很多人都会中暑和感冒，宇内医疗的股票是一定会涨的。洛洛说有道理，这赌约我接了。顾若修，你还真是蠢啊！你竟然真的相信这个小崽子说的话。好，那我就等着你给我姐下跪磕头。各位，股票马上开盘，倒计时，3、2，洛洛，你这下闯大祸了。1，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办？宇内医疗的股票跌了。果然，没有奇迹发生。洛洛不是商业奇才。哼，一个毛都没长齐的熊孩子，还妄想炒股票赚100亿。赌局已经揭晓，愿赌服输。顾若修，现在给老子写谅解书，把我姐给放了，给她磕头道歉。怎么？江城冉冉升起的商业新星，准备耍赖？信守承诺，我答应的赌约，我会履行。不行，顾若修，你代表的是顾家的脸面，你不能下跪。事情都是因我而起，我来下跪道歉。不行，算什么东西？也配替顾若修下跪？老子只认顾若修，其他人下跪不作数。陈温，你别欺人太甚！我就欺负你了，怎么了？我警告你，我对你们顾家的商业狙击只是刚刚开始。你现在下跪的话，我还可以给你留一条活，要不然老子让你们当乞丐都没资格。
爸爸妈妈，你们不要担心，宇内医疗的股票是一定会涨的。顾若修，看看你的好儿子，满身的贱民基因，是个蠢货一样。宇内医疗的股票走向已经触底跌破了，还想着触底反弹呢？洛洛没有撒谎，我说会涨就一定会涨。啊！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就在原有的赌注上再加点彩。如果它涨了，我不仅撤销狙击，我再把我陈氏集团的70%股份都分给你。如果没有，我要你顾氏集团的所有产业，你敢赌吗？我同意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洛洛，你还嫌惹的事儿不够多吗？妈妈，相信洛洛吧，洛洛不会看错的。顾若修，看来就算我不对你狙击，你有这个蠢儿子也是早晚会破产。涨了，居然真的涨了！妈妈，你看我没骗人吧？我都说了会涨的。天哪，洛洛你太厉害了，你是怎么办到的？我都说了我会炒股，能赚到钱的，你们还不信？信，以后你说什么妈妈都相信。洛洛，真没想到，你还真是商业奇才。陈恩，宇内医疗涨了，愿赌服输，你该兑现赌约了。不可能，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崽子，怎么可能精准预约股票的涨跌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是你对股票数据动了手脚，故意做出来骗我。我告诉你，你能对股票数据做手脚，但是这个小崽子的银行账户流水，你们不能动手脚。经理，去查这个小崽子的银行账户流水，揭开他们的骗局。放心吧，陈总，我一定查得清清楚楚，让这帮骗子原形毕露。顾若修，修改股票数据、混淆视听是违法的，你等着坐牢吧你！陈总，查完了，大声说出来，说他赔了多少钱？户主顾洛洛账户入账107亿。什么？107亿？啊！这不可能！这怎么可能？真的入账100多亿？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愿赌服输，停止你对顾家所有的商业狙击，还有你陈家70%的股份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对老子叫嚣？就凭她是我顾若修的妻子，顾氏集团的女主人。不算数，我刚说的一切都不算数。这就是陈家的少爷楚尔反尔，是不是个爷们儿啊？简直就是个跳梁小丑，自取其辱！你们算什么东西？还敢嘲笑老子？信不信我让你们倾家荡产？陈家真正的掌门人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一个是你爹陈诚，另一个是你姐陈雪。至于你这个纨绔，我从开始就没指望你能说话算话。洛洛，有你赚的100亿，咱们家的危机暂时可以解除了。顾若修，你以为你有了这100多个亿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爸已经把话放出去了，在整个江城，谁敢跟你合作，那就是我陈家的敌人。没有合作伙伴展开工作，那你们顾家就是坐吃山空。以你们顾家现在的体量，100多个亿也只能撑1个多月。1个多月过去之后，我看你拿什么顶？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我能赢你第1次，就能赢你第2次。小崽子，老子告诉你，这次你赢，完全是你运气好。3天之后，我陈家会在江城举办封杀宴，到时候我们会邀请江城各个名人，希望你们顾家到时候有胆子来参加。
陈总，这是屁不？你说舒晴刚才出门的时候走得那么着急，她不会责骂洛洛吧？妈，责骂也是应该的。洛洛拿着300万出去炒股，的确有些过分。过分什么？别说300万了，就3000万、3亿拿去给洛洛炒股，我也愿意。啊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装阔？这陈氏集团对咱们进行商业围剿，咱们家有100亿的大窟窿要填呢。洛洛，你这回长记性了吧？这股市不是儿戏，下次不能再这样胡闹了啊！哎呀，来，洛洛，来奶奶这儿，别理你姑姑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知错能改就好啊。就是，古人言，吃一堑长一智。洛洛以后不会这样，对吧？咱们洛洛炒股赚了100亿。什么？100亿？哥，你怎么也跟着洛洛一起胡闹呢？你要说300万变3000万，我还能勉强相信。但是300万变100亿，这根本就不可能。爸，若离，若修他没骗人，洛洛真的赚了100亿。你们看，这是真的。哎呦，洛洛，你简直就是我们顾家的钦差同志。真是太好了，有了这100亿，足以解燃眉之急了。可是眼下危机并没有完全解除，陈诚已经放出消息，封杀我们顾家在江城的所有产业。虽说有100亿资金，但是我们顾家已经成了无根之水，很快就会消耗殆尽。所以，我们必须尽快寻找出路。看来只能去找商业之神金圣熙金董了。爸，你说的是那个投资过300家企业，无一亏损的金融大佬吗？没错，福布斯富豪榜上的神豪们，无一例外，全都是金董的门徒。陈诚的势力遍布全省，即便是上京的大财主们，对他也要礼让三分。但面对地位超然的金董，陈诚也只能俯首称臣，尊称金董一声前辈。既然如此，那还等什么？我们快去求金董帮忙啊！金董在投资业的名声，引得无数人趋之若鹜的前去拜年，想得到他投资。可是，真正得到金董认可的人寥寥无几，只有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奇才，才能从金董那儿得到投资。可这种万里挑一的商业奇才，连我都不是。而且，一旦被金董认为没有商业价值，那么这个人将会被整个商业进行封杀，堕入深渊。难道真是天要亡我顾家吗？爸爸，你不是说我就是商业奇才吗？洛洛能用300万撬动100亿的杠杆，精准预测股市的走向，没准他真能打动金董呢。洛洛，姑姑知道你有潜力，可是你要见的那可是商业的大佬，连你爸爸都没有得到金董的认可，你这么小，怎么可能成功呢？不试试怎么知道？洛洛，事关重大，要是惹得金董不悦，那可是万劫不复啊！我倒是觉得，洛洛可以一试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洛洛还这么小，充满着不确定性，那万一……那你还有别的办法吗？说秀，你冷静一点，你想想看，连你都不能让金董认可，你觉得洛洛比你更厉害吗？股市一战，已经证明洛洛的实力，我相信你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你拿整个顾家去赌。都别吵了，我决定让洛洛去试试。耶，谢谢爷爷。爸，第一局，要是洛洛不能打动金董，那顾家亡了便天意。拿顾家去赌洛洛的未来，知道？哼。
最近金融圈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啊？金董，在您面前还有什么事新鲜呢？不过有一件事倒是有趣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江城，一个8岁的小孩用300万在股市梭哈，狂赚100亿。这哪是什么新鲜事儿啊？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大新闻。难得还能有让金董您觉得惊讶的大新闻。这个小家伙叫什么名字？云城顾家顾洛洛。顾洛洛，我记得。若秋，确定要带着洛洛进去吗？哎呀，哥，这是最后的机会了，一旦进了门，可就不能再回来。洛洛，有把握吗？好，我爸爸陪你闯一次。什么人？我是江城顾家顾若修，顾家有难，特地来求见金董。什么江城顾家，听都没听过。金董不是说凡是有理想的人都可以来见他吗？我是带我儿子来求见金董的。你儿子？你儿子是什么商业奇才吗？天资可笑。哎呀，金董还是太仁慈了，是妈猫狗都能前来求见了。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我一个小孩都知道，不能以貌取人，你们却不懂。如果这就是金山西的大客之道，那我不见他也罢。放肆！金董何等尊贵，岂能容你来指摘？二位消得气，孩子不懂事，我这就让他给二位道歉。洛洛，你这也太没礼貌了，赶紧给叔伯们道歉。等等，你刚才叫他什么？洛洛。江城顾家顾洛洛。对不起，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。各位请随我来，金董已经等候顾洛洛多时了。洛洛，你认识金董吗？不认识呀。那为什么金董早就等着你？自古英雄惜英雄，看来天下英雄唯金董与洛洛也啊。不错不错，小小年纪就有这等自信，的确不同凡响。金董，没想到大名鼎鼎的金董竟然是个女人。谁说女人就不能掌控商界了？金董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坐。哎，爸爸妈妈，赶紧坐下呀，还站着干嘛？金董，洛洛还小，有些骄纵，还请您见谅。小男孩就该有些天不怕地不怕的闯劲儿才好。坐吧。金董，顾家有难。资本市场本就有赔有赚，既然上了桌，就要做好被吃干抹净的准备。我知道你们为何而来，不过想让我帮忙，得让我看到价值。收益率太低的事情，我可不感兴趣。不过洛洛，我对你倒是很感兴趣。听说你精准预测股市走向，用300万狂揽100亿营收，
这怕不是别有用心之人故意打造的商业神话？不是，不关我爸爸的关系，不仅没有关系，他们还不相信我能炒股赚钱呢。人小鬼大呀，顾荣兄，你这个儿子可比你强多了。既然你们来找我，想必心中已经做好了成熟的项目规划了。什么项目规划？哥，你怎么从来没说过呀？什么？你们连项目规划都没有，就来求见金董？你们知不知道金董的时间有多宝贵？每和你们浪费1分钟，金董就要损失数百万。谁说我没准备？你准备了？那企划书呢？我没有企划书。简直是胡闹！你以为这是在陪你玩过家家吗？我准备的项目将会创造价值数百亿甚至上千亿的利润，企划书根本说不明白。洛洛，你什么时候学会吹牛啊？几百上千亿，还真是童言无忌呀！就连金董都不敢说能创造几百上千亿的利润，难道你比金董还要厉害吗？让他说。如果你说的项目达不到你夸的海口，我不仅不会帮顾家，我还会对整个商界下达对你们顾家的封杀令。你想好了再说。我想好了，我要做的项目就是盲盒。洛洛，什么是盲盒？盲盒就是把玩具卡片放在包装盒里，在你拆开之前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。玩具、卡片，果然还是个孩子，脑袋里面只有玩乐。你说的这些，除了小孩子，还有谁会去买？不仅有小朋友，还有叔叔阿姨、爷爷奶奶都会购买的。照你这么说，这个盲盒岂不是老少咸宜？你如此笃定，那你一定做过市场调研，得到数据支撑了。什么是市场调研？连什么是市场调研都不知道，居然敢大言不惭地说盲盒老少咸宜，简直可笑。我的盲盒最开始可以选择与知名 IP 自行联名，吸引该 IP 的粉丝群体进行购买，并且在同一批次商品中分别推出普通款和稀有款，并大大减少稀有款的产出量，人为的创造稀有款的高价值，吸引没能爆出的玩家重复购买。那照你这么说，运气爆棚的人岂不是可以直接一发入魂，不需要再购买了？不会啊，而玩家们看到有人一发入魂，会在侥幸的驱使下继续购买，而出了爆款的人却以为自己运气这么好，连隐藏款都抽到了，不如凑齐一整套。那别人买了重复的普通款，一直没有出爆款，很快就会对你的产品厌倦，这又该如何解决？我们可以建立买家市场，从官方层面给不同的款式规范价格，让重复的款式买家市场里流通起来。这样做不仅保持了买家市场的活跃性，还保证了商品的补货率，稳赚不赔呀！可是，精彩，实在是太精彩了！没想到啊，小小的江城竟然藏着你这条真龙。洛洛，你的盲盒项目我投了，资金支持无上限。金董，这些不过是一个小孩子的戏言罢了，您不能信啊！怎么，你在质疑我的眼光？不敢，可是没什么可是的，连洛洛的大才你都看不出来，你有什么资格做我金圣熙的秘书？你被解雇了。洛洛，咱们签订的第一份合同期限10年。10年，这意味着金董今后将与我顾家高度绑定，形成战略合作伙伴。天呀，哥，这回啊，你真是捡了个宝回家了。爸爸妈妈，有了这份合同，3天后的封杀宴，你们不用害怕了。女儿啊，爸爸给你办理了取保候审，
就是为了能够让你亲眼看到顾家是如何覆灭的。谢谢爸爸。顾若秀，你为了苏秦那个乡巴佬把我送进监狱，我要让你付出血的代价。各位，你们都是江城名流，今日我陈家举办封杀宴，就是为了让顾氏集团彻底覆灭。我不求诸位能帮忙，但是要是有人敢支持顾家，就形同此悲。诸位，今日顾家注定覆灭。凡是帮助我陈家的，都是功臣。待到分食顾家时，我一定会论功行赏。主人还没登场，你们怎么是废土？顾若秀，没想到你还真敢来呀！陈雪，你不是在踩缝纫机吗？怎么逃狱了？你才逃狱啊！我爸给我办了取保候审，就是为了特意见证你顾家覆灭。那恐怕让你们失望了，我顾家死不了。哼，二兄，光耍嘴皮子没用。我已经切断了你们顾家的所有合作伙伴，没有新业务，顾家怎么啊？靠你这张脸吗？啊！就凭我手里这份与金董签订的签议合同。这怎么可能？商业之神金董怎么可能会跟你们顾家签合同？不光签这合同，而且一签就是10年哦。10年啊！10年合同，这不等同于顾家的后台是金董吗？这下陈家可算是踢到铁板了。不可能，假的，这合同肯定是假的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爸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他们肯定是伪造了合同，想要混淆视听，蒙混过关。合同是真的，那可是洛洛亲自谈下来的。你？爸，你听到了吗？这小畜生说合同是他亲自谈下来的，能让金董一下子签订10年合同的，肯定是千年难得一遇的商业奇才。而他前不久还是一个瞎眼的小乞丐，怎么可能会是什么商业奇才？所以这合同肯定是假的。说的是假的，肯定是假的。原来如此，顾若秀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，连金总的合同你都敢假冒，我看你真是活腻了。苏强，你笑什么？我笑你有眼无珠，合同摆在你面前，你都看不出。苏强，你别以为你把这小畜生打扮成小股神，就真是商业奇才了。我告诉你，血统里推荐，是吗？那你说这合同是假的，那你敢撕吗？我怎么不敢？我这就撕给你看。苏强，你以为我傻呀？你就是故意激我，想让我撕毁合同，想要消灭你造假的证据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伪造合同的消息，我爸已经上报给金董，金董很生气，已经在来的路上。等金董来了，你的顾家就叫死无葬身之地。妈妈，他这是不是有点问题啊？洛洛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嫉妒，嫉妒使人疯狂。你可不要学他阿姨。妈妈，我知道了，以后我才不要做眼红狗。洛洛，你这词儿都是哪儿学的？以后不准乱说了。苏强，你说谁眼红狗呢？我没说啊，那是洛洛说的。你不会连小孩子的气都生吗？你要是没说，顾洛洛怎么会知道眼红狗这个词儿？那你要是不眼红，你就把合同撕了，给大家看看陈家大小姐的特点。
好，我撕。我撕了，又怎么样了？谁给你的狗胆，敢撕我的合同？谁给你的狗胆，敢撕我的合同？金董，您终于来了。您是不知道，在江城竟然敢有人伪造您的合同。什么？竟然有这种事儿？谁呀？就是他们，江城顾家顾若修。好啊，好大的胆子！顾若修，看到了吗？金董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你不是选择苏秦那个乡巴佬，那你就跟着这个贱人一起下地狱吧你！金董，您看，这就是他们犯罪的证据。这合同是你撕的？当然了，金董，您是不知道，他们胆大妄为，伪造合同。我呀，有义务维护您的声名。这合同我撕得碎碎的，绝对没有修复的可能。怎么样，金董？我撕的不错吧？好啊，你做的真是太好了。谢谢金董夸奖。擅自撕毁我的合同，你在得意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这真是你的合同？瞪大你的狗眼，给我看清楚！这是我金盛熙的个人印章，整个商界独一无二。你们小小的江城陈家，谁给你们狗胆，竟然敢撕毁我的签约合同？金董，这不能怪我呀，都怪苏秦这个贱人。他说是他儿子签订的合同，一个毛都没有长齐的兔崽子，怎么可能签订签约订单啊？我也是怕污了您的名声，我也是一片好心啊。一片好心？这么说，我还得谢谢你了。你给我听好了。跟我签订签议合同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顾洛洛。怎么可能？他不就是一个下眼的小乞丐吗？怎么摇身一变成为商业奇才了？真人不露相，你肉眼凡胎，岂能看出我的不凡？洛洛，你说怎么处置陈家？陈家心狠手辣，横行乡里，无恶不作，必须严惩。好，我宣布，从今天起，华夏商界封杀陈家，凡是违抗或者接济者，连坐封杀。我一辈子的基业干完了呀！另外，顾家是我金盛熙唯一的永久合作伙伴。爸爸妈妈，这天你们终于可以办婚礼啦！我为你翻山越岭，却无心看风景。我想你鼓足勇气，凭爱的地图散播讯息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花童为这对新人献上鲜花，祝新人永结同心，前程似锦。
这位新郎，请你真诚地回答我，不论新娘贫穷或是富贵，健康或是疾病，你都愿意尊重她、保护她、爱她一辈子吗？我愿意。这位新娘，无论新郎贫穷或是富贵，健康或是疾病，你都愿意尊重她、陪伴她、爱她一辈子吗？我愿意。新郎终于可以亲吻新娘啦！爱蔓延，惊醒你的出现，让你多一点，爱深一点，未成诗篇，吻过漫长岁月，将爱缠绕指尖，默默经历这么多的艰难坎坷，我们终于在一起。几个永远不会改变，用同样热烈的今天，给你我的请这一切，感谢你在身边。